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2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今仔头一条新闻，咱来看世界卫生大会 （WHO） 当咧瑞士举办。咱今年有关是无受到邀请，卫福部长施瑞元是已经带团去到当地要争取参与。施瑞元嘛表示，若是确定无邀请到台湾，就会去交抗议批。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2月开始到30日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无收到邀请函，不过卫福部长是瑞元所在政府世卫行动团，也是照期出发去日内瓦，在当地时间20钟头到位。如果真的是没有收到邀请的话，那这个信函也已经签了，就借由管道这样送到那个 WHO 的秘书处。台湾自2009年到2016年之间，不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2017年开始，因为中国的打压，才无法度去。施瑞元讲，今年接受邀请参加的希望无大，已经传好抗议批，积极努力争取。伫咧场外，正有台湾味的电音三太子伫咧跳舞宣传，要互世界看到台湾的处境。希望这个时间能够联合全欧洲、美洲、台湾的各地的挺台的同胞，一起为台湾加油。中国外交部回应讲，台湾无任何依据、理由或者是权利参加联合国甲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防止任何势力想要制造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施瑞元讲，今年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全球拢提悬，除了个人，包括 G7 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挺台。台湾在 WHO 开议进程，也会办多边加双边国家对谈，争取国家队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连续7档无受到邀请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咱的卫福部长施瑞元有带团去日内瓦表态，争取参与。昨嘛真侪医师甲学生伫咧日内瓦发起游行，要求要互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甲加入 WHO。学生团体大声唱歌，以游行方式为台湾来发声。台湾争取参加 WHO 世界卫生大会，如果无收到邀请批，连续7年缺席。来自世界各地侨胞甲学生来到日内瓦，那游行也伫街路演讲，表达诉求。They still does not dare to say the word Taiwan. We must ask the UN and the WHO, how can the UN truly address the Taiwan issue if they can't even say the word Taiwan? 游行现场有电音三太子的表演，充满真高的台湾味。医生团体也到现场鼓噪台湾的防疫成就，受到国际肯定，吸收 WHO 世界卫生组织排毒赛瓜。我们一年一年，我们不放弃，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我们这个火焰，我们台湾的这个心，我们还是在这里面，这样大家说，这样对不对？对。I love it, Taiwan. Taiwan, working together. 科索沃驻联合国大使用行动支持台湾，现场有香港人话讲香港支持台湾。台湾基金党表示，台湾爱先参加 WHO， 这个争取加入 WHO。And Hong Kong stands with Taiwan and Ukraine, and we support Taiwan to join the WHO. 身为民主阵营，特别是台湾，在这个第一线，我们要怎么样抵御这样子的中国病毒、这样子的专制病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国台办讲，查 WHO 10大问题注定失败，中国唔来协助台湾，也首先邀请专家到武汉来考察，和卫福部严正来反击。没有需要这样的照顾，也没有被照顾到。我想这件事情是，我想我们还是积极争取参与 WHO。由卫福部长苏瑞元亲身带队的世卫行动团到日内瓦了后，会甲侨团进行参会，也举行双边、多边的国家的对谈，争取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咧韩国举办的亚太壮年运动会，有一位选手李东宪，伊穿中华台北的衫，煞伫咧领奖的时阵举中国的五星旗，这是引起议论。这位选手李东宪长期拢伫咧中国做工课，去年佮加入共产党，真合得转来台湾。这摆煞穿中华台北的衫去比赛，领奖佮举中国的五星旗。咱的体育事实表示，这场比赛是伊个人去报名的，伊毋是咱的代表队，嘛甲咱的跆拳道协会无关系。
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这2天啊，各地拢落雨，水利署预估这波黄酸雨的方面，会当甲全台湾的水库补充3355万吨的水，其中3分水库会当加添750万吨，是全台上多。再来是自由时报，台中有一间国小。学生去冤家，结果其中有3个学生得甲同学下毒报复，害人出现头壳戆、腹肚痛等等的症状。家长是已经报警，校方嘛等来调查。落尾是联合报，最近常常有人咧恐吓、咧攻击咱的设施甲景点，和相关单位是四界咧走总咧调查，而且社会嘛开始咧对这恐吓麻痹啊，已经变作是国安事件。高检署嘛准备要开会来讨论安怎因应。来看总统蔡英文已经上任满7冬啊，将伊发表演说，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择。另外媒体嘛咧关注副总统赖清德要参选后一届总统，蔡英文是提出5大重点，肯定赖清德有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条件。关于破坏台湾的未来，有2件事情，我认为是重中之重。第一是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蔡英文就职满7周年，任内最后一摆伫5日空发表演说，讲到7年来正直感谢民众甲执政团队，互世界重新看到台湾。虽然剩1年任期，但过伊袂放松，强调台海议题关系全球，战争毋是选项，和平也毋是降低身份公仆。和平是两岸间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事。除了两岸外交，蔡英文也对前次3欠能问题表达实力，强调将会激励教训。那任内各邦计也是咱第一甲社体现跟进度落后，拢会继续打拼。我在这里我也特别讲，社会住宅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累积。当社会住宅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房价会产生一定的抑制的效果。媒体也关注副总统赖清德敢是具备后一任国家领导人的特质。蔡英文提出5项必要体认甲能力，肯定赖清德具备相当程度的条件。赖清德也伫下昼反驳侯友宜批评以力破台湾的讲法。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国民党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接受了9·2共识，分裂台湾的是中国，不是台湾的任何一个人。替中国在台湾找代罪羔羊，才是错的。赖清德也批评民主自由毋是国民党的 DNA。另外，官校2个人拢提出当选了后要到立法院过程报告。赖清德也考试2个人无国会经验，所以上两个总统拢愿意到立法院报告，也毋过因为在野党要求总统闭唇，违背宪政体制才无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大选，国民党这边的县市首长拢有出面来小挺侯友宜，当场侯友宜嘛表示，伊若是当选，伊就会去立法院做国政的报告。佮批评民进党拢牵涉到乌金佮贪污，就爱换伊来好好啊做代志。那民众党的参选人关文哲嘛是发声讲，要为台湾带来改变。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甲立委参选人全部到位，全力支持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国民党伫蔡政府执政满7周年，5月27日举办总统立委誓词大会，讲要甲民进党揪落台，政党轮替。侯友宜批评民进党乌金贪污，也讲当选会去立法院做国政报告，对人民负责。到解决市民经济问题，都是无嘛，就是恁无好好做代志。你若无好好做代志，我侯友宜来好好做代志。侯友宜同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是最有领导力、最有执行力，上爱台湾，会当拼性命，保护咱的中华民国的上好的总统，来讲对唔对？对。朱立伦讲，行对的路，提名对的人，算民进党的好日子结束啊。不过，争取定调失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无来，到日本去行行透透的。支持郭台铭的立委陈桥顶也无出现。国民党秘书长吴建廷讲无批评郭台铭，不过已经和国民党团结气氛受到疑问。解开绳结。民进党主席郭文铁确定要参选总统的大位，同一天举行宣誓记者会。郭文铁讲，台湾无应该搁再互国民党甲民进党来决定，对两岸紧张的局势会不时来解决，会为台湾拼一败。你去指责年轻人哦，变什么草莓族、躺平族哦，或是啃老族，
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没有给年轻人一个有希望的机会，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站出来的原因呢。既然我们宣布说向天下征才嘛，哈，那当然黄珊珊也是天下人才当中的一个嘛。讲到郭台铭对国民党出局，郭文铁讲已经提请清楚比赛规则。郭文铁讲动算组成联合政府，召开国事会议，邀请政党领导人有共识来团结对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国中考高中的会考第2天，全国有超过19万的学生去考试，而且今年疫情解封，考生会当选择无挂喙罨，家长嘛会当陪因去考试。不过台南有收到要攻击考场的恐吓，而且教育部长嘛有收到，教育部就表示会请警方爱加强巡逻。早起7点外，北市各路大雨，未少考生甲家长野雨伞到师大附中考场，营警要将解禁。家长唔免搁伫门口等，会当入去内底备课。他有提出，所以我才来。对对对。那小朋友怎么跟你说？小朋友说：“我需要你在这边，稳定军心。”备课稳定囡仔的心情，也毋过新冠疫情反苦，未少家长讲最近特别注意囡仔的健康管理。我们在家里还是建议小朋友在学校能够戴口罩，在考场也可以戴口罩。这2天考试你都会戴着口罩吗？会的，因为我怕会确诊。因为确诊完的话，会影响到考试。不过教育部统计，会考头1天考试科目，全国有484位考生因为确诊也是有相关症状，到第2类备用市场考试。考生他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在里面应试，而且他中间休息跟用餐也都必须要在第2预备市场里面。校国警员伫考场出入口架设摄影机，各有固定徛哨。但人考区因为欺负十被接到恐吓批，讲会随机攻击某一个会考考场，这个研判应该是创治的。不过各考场有望加强维安。线上的警网也会针对考场周边区域加强安全巡守。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证实，部长信箱第19甲台南等地方同款受到恐吓批。有研判，这应该是一系列应该是相同的，来自于境外的这样子的一个通案，然后当然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哦，只是在过程当中还是紧密的跟警政单位来做配合哈。潘文忠强调，第一时间向警政单位报案和联系，请警方甲企务单位加强巡逻，注意校外人士动态，确保考生甲家长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德仁国小网球队得到今年软式网球的全国冠军，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不过，其实因为一寡队员是来自弱势家庭，所以希望社会会当来甲因斗赞助，让因会当出国为台湾拼到好成绩。日头赤爷爷，学生大力汗、细力汗，不过一点也袂化艰苦。新竹县德仁国小网球队今年8月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不过却传出有队员厝内经济困难，恐惊无法度负担。一天这样下来大概花2个小时。会不会很辛苦？还好，就是习惯了。当国手，然后可以去更远的国家比赛。他们其实很多就是可能1年级、2年级就已经加入球队了，然后现在到5年级，他们就是目标就是想说有没有哪一天他可以代表台湾打完冠军之后前往日本比赛，所以呢，他们目标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校讲规队要去日本比赛，要差不多100万的经费，即马阁欠我80万。希望外界会当来斗3工。是因为有些小朋友家境比较需要资源，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大众以及各企业伸出你们的热情的双手来鼓励他们。预估是经费需要100万，那因为软网协会有补助。大概15万左右，所以我们目前还需要80万左右。有袂少队员拢是对细汉就开始练习，真无简单才拼出头。大家拢忙讲赶紧总入理费，通出国比赛，为台湾拼出好成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伫咧屏东的夜市啊，最近常常有人会捡到银票，上去到警察局才发现是假的。有民众就认为，这可能又个是诈骗的步数。不过，有人表示，这假的银票是附近一个查甫人等咧甲人创治的。看
看到柜台用树林拔掉的1000块的纸票放伫路口，你敢会捡起来咧？有网友厝内底人19伫屏东夜市啊，先后发现2沓高度将近10万块的纸票，提起警察局报案，才知影讲是佚佗耍的纸票。警方也讲，最近有真侪人捡到相关的假钱送去。网友烦恼，若是捡到钱的人，误认是真正钱私吞，现钱的当事人可能就去报案，要求赔偿，赶紧提起。看到人家捡，他就很开心。有的会站在原地叫警察来啦，我们知道的就会跟他说那个是假的啦。很多人都看过，真的、哦。对，他的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可能他觉得好玩啊。虽然有不少网友认为讲可能是新型的诈骗的手法，不过当地店头指认，迄假钱的人敢若是一个定伫附近活动的查某人，而且真接安尼做，也毋过认为对方的目的应该是要共创治临时诈骗。进前有等钱呢。查某人无关于说明迄假钱的意图，赶紧离开。律师讲，无论捡走私吞的是真正钱还是假钱，若对方报警，而且现场监视器拄好翕到这个捡走的人，就可能互捡到的人有代志。东西掉了，然后监视器看到是长得有点像钱，那又没有办法辨识说它到底是什么。今天不管它是钱还是不是钱，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你在路上你看到它，然后你把它捡回去，都有可能是侵占遗失物啊。警方清查最近的案件了后，表示即阵并无民众因为相关的纸票而受害。警方甲律师也提醒民众，看到涂骹来路不明的纸票，上好直接报警，也是送到派出所，以免惹到麻烦。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和台北荣总合作，针对伫咱国内癌症死亡排第2的肝癌，有找到愈精准的预测和治疗的方式，希望让肝癌的死亡率会当减少一半。台大病院院长吴明宪甲台北荣总院长陈贵明互相送礼物，展现两院合作精神。为着要提升医疗研究水准，两院共同投入经费，互通人才设备。16年来发表无数的研究，会再度公布。透过两院慢性肝病资料库，会当找出更较精准预测肝癌发生个治疗成果，提供患者更较适合的治疗。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帮我们的病人选择最适合的个人化的治疗，来延长他们的一个存活。团队指出，肝癌会当讲是台湾国病10大癌症排第4，第2癌症死因。希望向25年内减少癌症50%死亡率的目标前进。针对儿童听损问题，团队指出，听神经病变患者使用助听器或者是人工耳刮效果嘛无啥好。目前针对小鸟鼠啊进行基因治疗，发现明显得到改善。针对人工电子效能不好的一个中度听损的病例，基因治疗具有突破性的一个潜力，那这个成果渴望对听损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另外，两院团队针对动脉粥状硬化嘛，找到新的治疗标的，除了现有控制3管或者是介入性治疗，团队发现调控内皮细胞功能非常重要，希望将来针对内皮细胞甲血管的功能，会当开发新型的药物，减少硬化嘛，无一定要透过介入治疗。记者林俊梅、林志坚台北报道。今年是中国的六四事件34周年，有民间团体当伫咧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办展览，希望让大众会当了解到中国甲其他国家的民主历史。而且民间团体嘛呼吁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应该对中国的历史事件来表态。条仔顶悬有济痛苦的人，这是为着纪念历史事件的雕塑品、耻辱条复制品。现主是就伫中正纪念堂展出。其实上面有一些黑漆的部分，它是其实去年在我们展出的过程中有被破坏的情况。那我们也希望它就是完整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是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的一种方法。因为其实大家都应该要知道当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民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伫历史纪念日之前，民间团体举办当代民主艺术展，让大众了解中国甲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差异。部分展览嘛以互动的方式，让囡仔用趣味的方式来理解民主。一般来说不会就是把这么就是血腥的东西直接放在这边，可能是看纪录片或者是报道而已吧。像那个什么柏林围墙倒塌，我觉得也是蛮难得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啦。中国这边它是偏比较暗色系，那世界这边我们是比较偏亮色系的。1989年的世界正在往光明的方向走去，但是中国它却往黑暗的方向走。
这个展览甲民主的概念参生活结合，要互大众知影民主、历史，甲每一个人拢有关系。也有民间团体呼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爱针对历史事件表态。记者讲曾俊佑台北报道。报道歌王文夏伫咧去年4月过身，有真侪人拢真唔甘。伊的一生会当讲是台语歌的发展史。即马就伫咧文夏故乡台南满岛有成立故事馆，要来纪念这位报道歌王。可怜的阮青春。时势旋律一响起，互人不加怀念。由嘉宾优的音乐人重现报道歌王的经典作品，本名王瑞和的文夏，伫咧台南满岛出世。去年4月伫咧困梦中过身，享受94岁。文夏一生贡献予台湾的音乐界。为了要纪念伊伫咧台语音乐的成就，市府摕到文化部的补助经费2000万来设立文夏故事馆。文化部长嘛借这个机会推广本土语言。除了我们台语歌曲的继续这个再创再发展之外，其实咱即马嘛面对一个咱台语文啊，爱保存关键的时刻所以我相信，咱除了听讲创作以外，咱上起码安尼互台语主流化了。文夏一生制作1200题台语歌曲，是台语流行歌曲的重要推手。伊伫在世时上挂念的就是故事馆的成立。伫咧伊的亲人甲各界拍拼之下，选择咧今仔日文夏生日，和大家来见面。文夏故事馆内有7大主题，记录文夏老师精彩一生。像讲文夏歌册、相簿，佮打造文夏房间。另外嘛，将文夏经典作品曲盘展示出来，完成文夏老师最后的这个遗愿，也是他的心愿。逐工啦，开始做工，生日的全拢行啊，放拢放文夏的歌。文夏伫歌坛、影坛拢有真好的成绩。伫咧满岛总衙嘅文中心来成立文夏故事馆，运用影音技术，互歌迷有沉浸式的体验。虽本讲文夏已经离开咱啦，不过伊对音乐的坚持甲激情，拢留伫咧大家心中。大家嘛永远会记这报道歌王对台湾乐团的付出。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外岛地区20度到3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